天后上帝创造人类，来显出伊的疼，搁互因得到疼。为着安尼，伊选择即个上伟大的创造，总是人类却无选择伊一遍搁一遍。伊面对上帝，总是上帝却无放弃伊，伊继续护着因不断在疼伊。兄弟我中的短是看面大光，徛伫你死的堆，有光照因。因虽然行伫黑暗中，上帝的启示却又记得伊是一光，伊就试用家己的方法，要活倒转归向上帝。总是因无法度伫家己痛苦中因上帝低头嚎叫，上帝听见因的声，伊就做一个计划，因为人类无法度去到伊的所在，伊哪要亲自来甲因中间？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收赐咱，伊便负担国籍，伊的名要称做奇妙老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地和平的